今次嚟到位於怡保嘅 Batu Gajah， 嚟睇下一位著名馬來同胞漫畫家叻嘅個人漫畫館。今天好鬼曬，我幾乎差啲變成油條。入到門口已經係睇到叻嘅漫畫人物等緊我哋來參觀。入到入邊，有冷氣幫你消暑。呢度有展出佢歷年作品同啲威水史。行近啲去睇可以睇到1:1還原工作台，可以睇到好特色嘅手稿。仲有一幅幅好有鄉村氣息嘅掛畫，同埋好多相關合作嘅產品。嚟到呢區可以跌到手作原稿。今次介紹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